继续来看美国的总统大选进入到最后冲刺的阶段，有2项上新的民调，目前拜登的支持度敢若赢川普2到4个百分点。另外，提前投票的人数已经超过6400多万人。啊，讲美国部分的州有反悔的制度，也就是讲，你若是已经投票，若是反悔，会当就望改投另外一个人。讲最近伫网络顶找方法要来改选票的人未少哦。 代表美国共和党要竞选总统连任的川普，在结束宾州3场的集会了后，马上搁赶场来做势，真侪热情的支持者早就伫现场等候。7 days from now, we're going to win the great state of Michigan. And we're going to win 4 more years in the White House. 但一讲民主党的总统候选人拜登，我来弄来甲共和党的票仓乔治亚州，希望会当来遮乌票。 And I know we can unite and heal this nation. 川普甲拜登除了家己走行程以外，我哪有大咖来这斗3工。第一夫人梅兰妮亚就代替伊的翁婿川普继续来这邮票。 前总统奥巴马嘛代表拜登来到佛罗里达州助选，希望伫个选举进前争取更较侪支持。美国总统大选的时间马上就要到咯，但是即马有资料显示，伫个网络顶端查询要安怎改变我的选票的人煞愈来愈多。这个时间点拄好是伫个美国总统第2届辩论，也有拜登后生亨特伊的电脑出问题了后。 另外，根据美国选举的规定，除了现场的投票未当变更以外，部分的州原来允准用假批来咧投票的选民会当改变心意，重新投票。这选票都要等到投票日迄一天，才会拍开箱仔计算票数。